大家好，我係阿 Keith。好多香港客戶嚟中原揾中山樓嘅時候，都會問我哋：喂，中山咁大，唔同地區個樓價差1至2倍，到底應該揀邊一區呢？其實，所以嚟緊我哋會為大家拆解中山各個地區主要嘅房地產市場，同埋幫大家揾啱你哋心水嘅物業。大家要知道，買樓其實就買物業所在地嘅城市資源。例如我哋買中山或者石岐嘅時候，我哋唔買一間樓，而係買佢哋嘅商場、醫院、學校、交通，以至到一系列嘅生活配套。呢啲資源越集中，生活就越方便，價值亦都越高。東區係中山新規劃現代化嘅行政中心，道路會比較寬闊，亦都係目前市內嘅高尚住宅區。而石岐喺東區嘅西面，佢係中山傳統嘅城區，呢個地方商業比較集中，人氣亦都比較多，有老城區嘅情懷。兩個地方都係中山目前城市資源最集中嘅地方。交通上，東區同埋石岐都有完善嘅道路網絡接駁新通道，非常適合自駕人士。目前香港有唔少嘅直通巴士去東區同埋石岐嘅酒店同埋商場，例如盛景上宮酒店啦，同埋大信新都會。鐵路交通方面，有中山北站去珠海，以至到經廣州南返香港嘅西九龍都非常之方便。日常生活方面，兩個地方都有唔少嘅大型商場，其中東區有 Coco City， 而石岐就有大信新都會呢啲傳統嘅大型商場，以至到孫文西路嘅步行街。而國家最高級嘅三甲醫院就有中山博愛醫院同埋中山市人民醫院。東區有大型嘅市政公園，環境會比較清幽；而石岐嚟講就係老城區啦，商業比較集中，人氣亦都比較鼎盛。教育資源方面，東區有浪程小學、中山市東區中學呢啲知名學校，而石岐就有楊仙日小學、石岐中學呢啲老牌名校。正如香港人買樓嘅時候，大家都會睇校網，中山本地人亦都一樣嘅。有名校網嘅樓盤會更加受本地人歡迎，物業嘅保值同埋抗跌能力亦都會比較高，日後二手放盤亦都會比較容易。由於有以上嘅優勢，東區同埋石岐係目前中山市入邊比較高樓價嘅地方，每平方米嘅成交價係12000幾至到2萬蚊一平方米。以一個90平方米，即係大概1000平方尺嘅3房單位為例，入場價大概係140萬左右。未來發展方面，東區同埋石岐交界嘅旗杆新城係目前中山市入邊最重要嘅發展區域之一，路邊亦都有唔少嘅樓盤推出，絕對值得大家注意。如果你希望層樓越嚟越保值，我相信東區同埋石岐基本上地係中山置業嘅首選。只要想鄰近石岐嘅生活配套，但係樓價想親民啲，其實西區絕對係一個唔錯嘅選擇。西區住宅目前嘅售價大概每平方米係12000幾至到15000蚊一平方米，以頭先90平方米嘅3房住宅單位為例，總價大概係100萬左右已經可以入到場㗎啦，絕對係一個預算有限嘅選擇。東區同埋石岐係中山市入邊嘅核心區域，商業、教育、醫療配套都非常完善，而旗杆新城都會帶來新嘅發展機遇。交通上又有香港嘅直巴同埋高鐵。今日我哋就先講東區同埋石岐。大家如果想攞到區內最新嘅樓價資料，以至到係你想了解中山買樓嘅流程、按揭，以至到係買樓匯款嘅安排，同埋其他中山地區樓價嘅資料，你都可以打以下呢個電話或者 WhatsApp 我哋中原海外。